乡亲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华视在地新闻》，我是市英仪。先来看交通的问题。昨早起，国道1号路南10.1公里的所在，十字交流道附近路坪放弃地施工过时摆规拢起去，出口的所在路线嘛受到影响。因为早山今日早起，这个上班的时真正是塞车，5道到10字的时速差不多敢若13公里。目前主线已经恢复通车，出口这个部分呢，各月拜5就会畅通。 乌阴兼落雨，透早上班时间驶高速公路的车是驶到9万，早起8点，国道1号路南5道往十字路段，塞车塞到严重，车速敢若13公里。因为路坪放弃，到目前为止，十字交流道出口同款封起来，是嘛？市长侯友宜嘛有去看。礼拜5的下班前，所有的国道、高速公路上面都会打通，让一切在国道的交通一切顺畅。 要求相关的单位要赶紧抢通，同时公布改路的动线。本来国一基隆金山路段会使直接接十字交流道，因为10.1公里的所在放弃，要改行台62号线。往国三接十字交流道本来是5.6公里，增加为14.6公里，初步估计每点钟有1800车次受影响。 也有侦测器哈，但是它是位在一个顺向坡，顺向坡是一下雨或地震比较容易滑落哈，所以这一次等于说过去这段时间的地震还有下雨的一些状况哦，让这个整个边坡瞬间就滑落了。把现场会打钢桩哦或者钢板桩，把一些现场的留下来的土石哦，先做一个加固。国道气温10885909026甲18804的路线拢受到影响。加在即摆无人员的伤亡，嘛阁定做冻土墙，偏偏面顶的土石阁放落来，未好上班族伫尖峰时间阁受到影响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